究竟乜嘢係數據資產？大家好，我係思思，我係一個數據資產管理師，亦都係香港數據資產管理總會數據資產管理課程嘅導師，同時亦都係百度飛漲嘅合夥人。今日我哋要直接講一個核心嘅概念，乜嘢係數據資產呢？好多人都會有一個誤會，認為公司入邊所有嘅數據都係數據資產，但係其實呢一個概念係錯㗎。數據必須要滿足一系列嘅嚴格條件，先至可以被稱之為資產。今日我哋就由官方嘅定義同埋行業嘅共識出發，去講一講究竟乜嘢係數據資產。根據行業標準和財務規定，數據資產係指由組織、政府或企業合法擁有或控制，能夠以貨幣計量並能為組織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數據資源。請大家注意，呢一個定義有3個關鍵點，我哋今日就逐一慢慢拆解啦。第一個係權屬清晰，擁有或者控制，意味住呢啲數據必須有明確嘅法律權屬，又或者係控制權。譬如你喺黑市買入嚟嘅數據，又或者係未經用戶授權爬取嘅數據，通通都唔可以算做你嘅資產，而呢啲只係你嘅負債同埋風險啫。第二，價值可控，能夠以貨幣計量同埋帶來未來經濟利益，係資產嘅根本屬性。呢個意味住數據嘅成本同埋價值需要被量化。成本包括採集、存儲、治理嘅成本；價值體現喺點樣可以驅動到業務嘅增長、優化營運效率，或者直接通過數據去變現。呢個正係當前數據資產入表工作嘅核心，將數據喺財務報表上面確認為係一項無形資產。第三，資源形態，佢必須係可以管理、可以應用嘅數據資源。呢個咧就意味住數據咧係必須經過治理嘅，達到一定嘅質量、安全同埋規範性嘅標準。而一啲雜亂無章、質量低下嘅原始數據，其實就好似未經提煉嘅原油一樣，佢嘅價值係有限，唔可以被稱之為資產。其實喺數據到數據資產唔係一步到位嘅，中間亦都要有相當嘅過程同埋步驟，由原始數據到治理與提質，應用與賦能到數據資產。所以數據係唔會自動變成數據資產，佢需要一個關鍵嘅資產化過程。呢個過程嘅核心就係數據治理啦。通過數據治理，我哋為數據建立標準，保障質量，確保安全同埋明確責任。經過治理嘅高質量嘅數據，先至可以有效咁樣被應用喺數據分析、業務決策、產品創新等嘅場景，從而可以持續咁樣產生經濟效益。去到呢度，數據先至可以完成到邁向資產嘅蛻變。等我哋簡單咁樣概括一下今日嘅概念。數據資產唔係所有嘅數據，佢係確權清晰、價值可控、經過治理，而且佢係可以持續咁樣為組織產生經濟利益嘅數據資源。認識到呢一點，其實對於企業係好重要㗎。佢意味住你嘅戰略重點唔係盲目咁樣收集更加多嘅數據，應該係有系統咁樣管理你哋而家已有嘅數據，通過專業嘅資產管理手段，將佢轉化為驅動企業發展嘅核心生產要素。希望今集嘅 video 可以加深你對數據資產嘅專業認知，理解定義係有效管理嘅第一步。我係思思，一個數據資產管理師。如果你對數據資產入表嘅實踐，或者係數據治理入門嘅方法呢類話題感興趣嘅話，歡迎喺下邊嘅 comment 區話俾我知。記得 follow我會定時咁樣 update 關於數據資產嘅專業知識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